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是王小琪。我哋下来到系屏东嘅内部乡，乡亲朋友看到了安江嘅台湖山下两地平庸，做地讲系南台湾东重要嘅粮食生产基地。乡亲看到嘅两片呢，就是王里天。到内部嘅大量产提起嘅见面，细细推推，动到都系二是降种类落实的哦。佢哋种类动到嘅高建设价值嘅热带高资。那我呢，大家也知道，那个屏东平庸大厦有东丰富嘅地下水资源，也做得讲系东重要嘅自然环境资源之一咯。不过咧，本单东点前嘅水种条兼两张热热类变到非常阿冇品质，咧系新闻嘛嘅原因咯。就会可能两片为是共同的。乡亲朋友看到爱小背两片贵太平嘅农地哦，仲叫有是不是公权案发？你也开发商已经买下来咧，佢哋运算到大量改片嘅重逢全部晒到准类，来到两片新力最大嘅生产基地，就会做塑胶加工品产业哦。不过两个开发案到当地并冇得到支持。佢哋最主要受力嘅有两大问题，第一個出面受嘅係從按嘅農業用地變建做工業用地，兩種國土規劃監督當下。第二則呢啲係講重新嘅污染，按用對兩片嘅生產環境就會重新動態嘅破壞。村民台回到論壇嘅現場前進到內部嘅大量產提起，因為用2個禮拜嘅時間來面對面起教討論，完全呈現才提村民嘅上進，還有公部門嘅政策說明。當然，也要從上針對基調所生產嘅內容做嘅說明，因對許多兩產強嘅面挑戰，要強到大家共下來討論，大家共下關係。開會了！好，歡迎大家聽聽講條來到討論嘅現場哦。因為安不然呢係來到內部鄉了個兩產村、兩產鄉嘅苗片面挑戰哦，大家錯到嫩嫩嘅共下關心兩張議題哦。龍泉這個小村莊地名非常好聽哈，感覺就是出好水的地方。這個寧靜的以生產農業為主的小村落，這2個月來呢非常的忙碌，因為有歸於返鄉的這個台商的回流資金，想要在這裡的農地來蓋他們最大的生產基地中心，來做他們塑膠產品的加工業。那在地以務農為生的農民們認為，這會影響到他們的生存權哈，所以這2個月來辦活動、陳情抗議哈，再要表達強烈訴求，就是保土護水。那在節目錄影過程哈，我們有誠摯的邀請了開發商的代表來到現場，跟大家面對面，我們開放同樣的權利空間，讓對方來針對他們的開發內容來做說明。不過一再的邀約，廠商是拒絕參加節目哈，那是某種程度來講，失去了和這次鄉親面對面的機會。不過呢，節目上還是會針對這個開發案的正當性、它的污染的可能性，還有是不是它這個污染性是不是一旦有造成就形成不可逆的這些相關議題，正面來討論。也讓俾為大家紹介今日的參加嘅來賓哦。第一位呢個紹介呢係屏東染金服嘅發言人黃建嘉黃發言人，你好。現場的鄉親大家好，歡迎。第二位來賓呢，我們介紹的是屏東縣環保聯盟的理事長洪惠祥洪老師好。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老師。第三位來賓呢，我們介紹是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的理事周克任周大哥。各位勇敢的夥伴，大家晚安。到前期討論之前呢，你還係有嚟看嘅新聞報道，到大家嘅事件發生嘅經過係用嘅顯嘅咯。像我們呢，龍泉市的這個主神呢，行這個3鞠躬禮，一鞠躬。今日並非幸福嘅生日，不過居民卻唔驚落雨，40套當地嘅信仰中心前嘅廣場，主舞台前虎拳強廟嘅靈氣也本然搶來，看來禮拜嘅市會排場唔會少。事發前居民陸續簽名聯署，詳細看。今日反對意見生產汽車零件嘅企業外頭社區地堡設工廠。護水園，反工業區，大家熱烈發言，表達自家嘅意見，
现场也有超过几百位乡亲同环保团体来这边响应，就系爱表达反对工厂进驻。时间向前一个月，开发商同当地举办宽屏前说明会，居民也同现场抗议，因为居民对这间工厂的污染原理色彩动态。为什么特别挑这个水源保护区？此时来到开发商安算开发的地区，四围拢系高热同面屋。另外，居民受理当地丰富水质清理当河嘅地下水。可为本生产汽车零件嘅塑胶工厂污染，生活将受到动态嘅影响。他虽然说它是零排放，因为它其实说法有矛盾，对啊。然后它还有排到那个什么，因为它旁边有那个大排水沟啊，不晓得它会不会乱排。靠网里用箱来判断速度，特别主要系海外小到关外嘅网里，水权当作睇出社区嘅居民也统研起来。另外，二十嘅公交收散場，工作人員也無限制包裝，將批同貨運送到全台各地。居民講，用產地區就係要油脂嘅地下水灌溉，將使得生產出安好嘅農產品。就連民生用水，竟然也使用地下水，安尼嘅生命產水，使得青菜本然破壞。我們是務農嘛，哈，我們就是靠農產品在生活嘛，如果說這個農產品受到影響的話，那我們的生計怎麼辦？雖然一直強調未來長期地保嘅生活補水會綜合回收使用，唔會排放到我國嘅水橋，同時空氣排放物排放也會合乎標準。不過居民嘅疑慮並唔係因為安尼嘅保證而消失，等到抗議嘅力量會更加集中，一場又一場嘅機會可能會持續落去，以直到今年嘅訴求得到滿意嘅答案為止。本台重點前界中票咧下因為自界開發案，係咪顯現大家都提供生存嘅壓力咯？透過兩種圖，大家來看一下哈，這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開發案的一個位置圖哈，相信朋友看到這個龍泉市區哈，這個過去呢，這個地下水源相當豐沛的一個地方。事實上，國內有2家大的食品廠就是選址在這裡，甚至一個啤酒廠是以龍泉來命名的哈。它的整個地理環境呢，還有它的天然自然資源的條件是很好的。那我們看到這個淺綠色這一塊，這是開發商原則選在這裡的一個選址的位置。這個聖州企業呢，它是製造一些汽車零配件的工廠。103年呢，它用法拍買下了這個將近14公頃的土地。那這塊地原本它是屬於都市計劃區內的農業用地，所以它把它變更成乙種的工業用地。那乙種呢，就是指比較輕污染的、比較低公害的這種企業工廠形態在這裡做哦。他們預計表定的計劃是在今年的年底就要完成這個工業區變更的報編作業，那預計在107年中呢就要來進行第1期廠區的開發哈。那但是這樣子一個開發案，到底對地方帶來的衝擊是什麼？再看下一張圖。這個聖州企業呢，其實它最早原來的主力生產的基地是在中國這個號稱10萬台商的小台北的這個昆山哈，它的主力廠區在這裡。那近年來呢，他們打算把這些中國大陸的主力移回到台灣。它本來還有一個老家在屏東的萬丹，不過這個廠呢規模比較小，所以負荷不了，才選在今天我們屏東內埔鄉的龍泉村找了這樣一個比較大的腹地。他們說要加倍投資，擴大它的經營規模。這個企業的目標就是把它當作是他們企業將來最大的生產發貨基地哦。那這樣子一個塑膠的產品是像那種汽車腳踏墊，它從這個公司自己做原料、自己設計、自己研發到產品做出來，然後專櫃外銷，全部都是一貫化的作業。所以市場上的疑慮，這種塑膠加工廠在這樣一個環境上會造成一個什麼相對性的影響？這個龍泉地區啊，是一個現在是農作物生產為主，也是它的生態環境相對敏感的地區，所以大家提到的這些相關什麼鋁築廠啦、抽絲製成、整個密鏈啊，或者是壓延的這些過程，到底對現在的生產環境會產生什麼疑慮？為什麼這樣看起來是一個帶動地方工商發展、一個所謂鮭魚返鄉、顧鳥回巢的開發案，卻得不到當地的支持？我問題可以先請教洪老師嗎？究竟這樣看起來是一個政策利益良善的一個開發商想要在這邊設置？
在这里选在这个地方开发引起反弹，你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其实本案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他选错了位置。选错位置。因为他在屏东，屏东是一个全国农业的这个产值是全国第1位。我们有734亿的农业的产值。然后从下一张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一张是农委会的这个计划，所有的黄点都是重金属污染的农业区。哇，好多。对。那我们屏东列明占其中标注的10%。然后问题是这10%呢，屏东县政府完全都没有管控。我们原来是全国农业的首都哦，是。结果现在呢有一点风险进来了。我们作为一个公部门，应该是严格把关，把这个风险降低才对。结果屏东县政府完全没有做到。你觉得这个开发案是个风险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此例一开，各个地方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把在乡村地区来变更为这个一种工业区。不要忘了，这个屏东的工业用地是全台湾的第2位闲置用地。你说多的空间多的是就对了。对啊，我们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这也是潘孟安县长在立委任内的时候紧盯工业局，而工业局终于定出一个重要的定义，所谓的闲置空间是指曾经是工业区，然后被出租或出售，但是3年之内没有设厂。那没有设厂，我们就要活化它。所以经济部终于定出活化的标准，标准是3年内没有设厂，没有重大的开发计划，就要原价买回。那避免呢，要用地的企业将来地都被炒走了嘛，然后他没有地方去。所以这本来是潘县长的政绩，但没想到这一次他所选的，刚刚在小琪的那个 slide 里面有看到，这个地方是预定地，周边是饮水200公尺、400公尺的当地居民的饮用水，还有灌溉，对，灌溉用水都是从地下水上来。那既然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的这个心脏地区，最有台湾的这个农业首都条件的区域呢，引进一个污染性的产业，这对屏东是造成莫大的风险。是，谢谢洪老师。所以洪老师的第一个观点是认为，这个厂址选在这个地方，先不论这个工厂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位置上的不搭嘎，就已经是形成个问题。好，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周先生哈。这个厂设置在这边，洪老师认为把农地当作工业用地使用，这样子一个土地的扭转，在常理上来讲是不合逻辑的。那现在这个开发的厂商，它是一个要做一个3D 的汽车脚踏垫，是塑胶加工产品。那请问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厂设在这样的一个区，对于这块地的环境是会有什么联动的效果或影响吗？那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厂它做的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塑胶射出。那塑胶射出的时候呢，虽然它那个注膜是用铝做的，那我们会担心有一点点铝的重金属的会溶在它的制成用水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讲出来，这是很多在做塑胶射出的工厂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让它脱模脱得漂亮的时候呢，必须要不断的加入有机溶剂，叫做苯。那各位知道那个苯是致癌物，那它经过回收制成后，他说零污染排出，对，那意思就是要浇灌在土地。可是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屏东平原是全台湾3大冲积扇平原的地方，就南洋冲积跟浊水溪跟我们屏东，这个是特殊地质，也就是什么？天公一下水下雨下来的时候，很快这个砾石层就会把水吸到地下去。那吸下去之后，我们整个屏东才有丰富的地下水库。也因为这样，过去20年，包括我以前在县政府在内，我们都推了一个叫大潮州人工湖，目的就是要把地下水的水位赶快抬高。因为这是我们南台湾最后的救命水。是，那这跟工厂设置下去，假设它会有污染，会有什么关联呢？那污染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我在红点的这个地方，老 B 站的观测站的旁边就是龙泉。那按照这个地下水流下去，它只要苯跟铝流进去之后，它浇灌土地之后，它所流经的位置呢，刚好经过哪边？包括内埔的老街、美和村、竹田、竹南，到大湖。竹田的大湖进入到万丹的新增一直到新园的乌龙跟冈塞，也就沿着东港溪沿线的这一条地下水线，大家在喝的
农业的都会用到这个苯。所以说那个污染源的点不只是区区那14公顷，不止，一旦有什么就是都会扩散出去。我们都是共同命运体。先谢谢两位来宾，两位来宾提到，第一个是选址的不当，第二个是它这个影响性的范围可能是远远超过于现在的预估。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他们提到所谓设厂余力里面来讲哈，厂商方面他们是说，因为在跟地方开过说明会后，将来这个铝铸制程会拿掉。那当然这个部分后续相关可以来谈。我们从几个面向来谈到说，这个厂设置在这里引起疑虑的问题，包括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认为不适当的选址会让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变大哦，所以就是我们黄老师提点到的，为什么会是在农业用地，而要透过变更特许的方法来作为工业用地，来作为工业开发？厂商虽然没有来上我们的节目，他们拒绝参加，但是我们还是去做了平衡的报道。透过下面的影片，你对糖哦，都在重送又马改拱翻。我们这个属于都市内的农地。都市内的农地在我们的农业政策里面，它是离开这个耕种的，因为它企业体可以买。你如果一般农地只能个人买，或是农业企业法人，但是都市内的农地，一般的企业就可以购买，因为它划分了都市内就是代表离牧地政单位是代表离开耕种。所以一般的企业就可以购买，那购买了之后就根据产创条例跟县府的作业都开发一样那在这个地点，我总觉得这一个地点离这个整个在内部的各个村、各个附近的乡，这里的劳力应该是很充沛，因为那里的这种各区我去了解，因为我最担心的是请不到人。那台湾少子化这个请不到人也是一个困境所以它来自于邻近的乡，还有内部，它劳力是很充沛的因为有的年轻人跑到高雄，或是跑到屏东市又要1个小时那附近如果能够有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产业，让他们在那里就业方便，我应该在劳力上我很好找到人所以我就设定这里。那离我屏东万丹的一个基地是很近的，因为这些员工都培养将近20几年了，尤其工程师，那里有10几个工程师在做整个模具的设计，因为要逆向工程，他就要设计，所以这些人员包括这些生产线的作业人员都很熟练的。如果到离开差不多这个100公里以上，他可能全部都会离开这个。固然是农业用地，不过它是都市计划区里面的农业用地，常常被大家看作是预备开发地所以厂商认为这个地本来语法上就可以开发。那黄发言人，我请教在县政府这边都是说这个厂商是依法合法申请，那县政府呢就是依法受理，一切都是按照这样的行政程序法去走的那对于乡亲们现在提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是一个农业的用地，在工业都市计划里面在都市计划里面，那县政府到底对于这整块的通盘计划，你们有考虑进去吗？当时在接受这个案子，在审核的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第一个，我代表县政府公开的跟各位报告，我们洪理事长认为厂商选错地址，我们也认为他选错地址，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个地点并非潘孟安县长所选。我想这个必须要去说清楚的。刚刚洪理事长这样想，我想我必须要去说明第三个，讲到工业区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以洪理事长的数据的话，屏东县目前闲置的工业区的话，的确是很多。依照我们的估算的话，大概目前闲置的工业区的话，大概有135公顷。但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很可惜的是，这135公顷里面的时候，工业局只是管理单位，但135公顷的所有权都是私人所有，到目前为止的时候都还是。所以也就是说，这些闲置空间的话，政府部门就县政府而言的话，所有权并不在县政府的手上。不过你们之前有没有试着媒合？有，在
这个厂商不仅是嵊州，任何的厂商只要愿意来屏东县投资的时候，县政府的公测会，我们单一招商窗口，首先都会帮他们去媒合工业区里面的土地。但是我再强调，这135公顷里面的话，都是私人的土地，我们能够帮他们媒合。至于有没有办法去架构的金额是多少的话，我想这私人之间的交易，公部门的时候不适合介入私人之间交易的价格啦。我再顺便报告一下，刚理事长那边有提到说产创条例的部分，没有错。潘孟安县长在任内的时候有提到产创条例这个部分，如果闲置的工业区土地里面的时候，闲置3年以上，如果并没有有效利用的话，县政府必须要有，不是县政府，抱歉，公部门必须有权利可以强制的购回。但是这个法案因为届期不连续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法案没有通过，所以现在还躺在行政院里面，还没有送出来。所以因为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拜托党籍的立委周春米委员的时候，已经立刻提出了产创条例的修正案。目前在这边，这个修正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厂商这些工业区土地如果还是一样私人所把持，2年之内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去做完整的开发，还是闲置的话，政府部门就有法令的依据可以强制的购回。不过我们眼光放在现在哈，这个嵊州的企业厂商他们要开发，在做第一线的把关，针对他们要把这一块土地，即便是已经买了私人的土地，他们想要变成从农业变成工业的这一块，政府都是给予通过的吗？刚刚也提到说，他们是买卖法拍的土地，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去禁止某一个企业去买法拍的土地，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现在不管是都市计划审议或者是环评的时候，都还没有进入实质审议的这个部分，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明。再来，我刚刚还有一点说没跟大家说，就是说对于闲置工业区的部分的话，县政府现在可以用的行政工具，我跟大家报告，台糖有很多闲置工业区，他们把持的工业区不用，县政府在税务上面的话有工具，所以县政府对就台糖而言的时候，科以他们今年光课税就课了8000万，因为他们把持的工业区而不用，所以我们就改课以一般的税法，今年就课了8000万。再带来，我再回到主持人的问题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他选这个土地，他现在不仅是都市计划说明或者环境说明的时候，目前这个程序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实质审议。应该这样说，他们在去年的时候11月，做都市计划审议的时候，在地方做说明的时候，我们知道乡亲很多的意见在于环境上面的意见。这个质疑很多，所以呢，照法令，它都市计划审议跟环评审议，它可以同步进行的。但因为地方对于环境的疑虑很大，所以我们就停止了，请他暂停他的，我们就县政府主动的暂停他的都市计划审议的程序，要求他们先做环境说明的部分，所以才有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们来做环境说明这个部分。屏东县政府也认为嵊州在这里选址选厂是不对的、不适当的。第二个呢，提到说现在呢，虽然这个环评计划书还没有正式送到县政府，但是在环评书送审之前，所有的行政流程也都已经走完了，包括它的都市变更的计划审议、开公展会都已经结束了，县政府这边也都是知道的哈。那乡亲朋友对于这样子的讨论发言，还有这次开发案的这样整个过程，大家有什么意见？先提出来，我们再请黄发言人一并来做回应。先举手发言，这位先生。我现在念个提出问题，都还要逐字来念。以前我不是这么差的了哈，抱歉。就是因为受到这次事件的这个打击跟影响。你尽量试着讲讲看。我只好逐字念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那在这边呢，就是说我大概针对厂商来讲他提出了这些污染，我实在是相当的没有信心因为他这里面我本身学化学的，可是很多东西我根本就看不懂因为我觉得说呢，像他送出事业计划书之后，好像县政府就是随便弄一弄就算了，就送上来，完全到底县政府审了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过刚刚发言人已经有提到，我们必须自己要知道，这很奇怪的呢。那如果我们这边没有人知道的话，那是不是这样就过了？那我先请教这位大哥，刚刚发言人已经针对县政府所做的流程做了详细的说明，这样子你有听得理解吗？我知道这个流程可是流程里面有些东西我不理解的，就是说我们不懂的东西，他们懂吗？县政府有懂吗？县政府有看吗？对不对？
就把他的事业计划书就推上来，然后我们就逼我们自己要亲自上火线。像我读化学的人，我也看不懂啊。所以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讲，变成你们要去试着理解这个开发案。对，变成我们自己要自救了。是，再继续您的问题。那我这边要问的就是说，在这个制程里面呢，有一个所谓的 SP， 要发泡交联使用的一些东西，像 AC 发泡剂，我不懂什么叫 AC 发泡剂，我不知道发言人懂不懂，懂吗？钢条 AC， 对 AC 发泡剂。好，你可以回答看你懂不懂。没关系，我们先把问题都提问完。然后接下来 DC 交联剂又是什么？我 AC 的话，交流电、直流电，我搞不清楚哈。所以这个 AC 发泡剂到底什么东西？好，所以对内容的细项，将来我们可能要开创机会，让厂商更多的说明空间，让地方可以了解这个资讯，是不是在地方上可以先了解、本来就应该的，要不然老百姓不知道的话。随便他写上去的话，那糊弄过去就算了吗？对不对？而且要有让我们具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我们求证，而不是说他写上去弄一弄，那就过去了。那这个到底责任在哪里？好，先谢谢你的发问先告一段落，待会还继续请教你哈。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要把自己心中旨意讲出来的吗？请举手。这位先生，嵊州它的工业污水其实有5%哈。那其实它这个5% 呢，在计划书上面写的不清不楚的，我们连什么成分都不知道。那你这5% 的工业污水呢，他们经由那个他们的污水处理排放到他们说直接浇灌绿地，那另外一个就是直接注入到滞洪池。那他们注入到滞洪池的目的是说要补助地下水啦。那另外，那难道这个都不会有污染的疑虑吗？那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园区的那个滞洪池的那些污水流到附近的农田，污染农地跟农产品，然后再经由科大河流到老逼，再由老逼最终流到东港溪。那你想经过的地方那么多那么多农地那么多民生用水，那这造成的污染呢，其实是很严重、很盛大的。是，好，谢谢这位先生。所以居民提出来是对这个厂将来设置他们生产的内容产生这个污染的质疑，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有意见表达。我们先开放给这位先生。他的细部计划书里面有关于水源保护这一块呢，他发了2个文给2个单位。那一个是自来水地区管理处他询问说呢，该开发基地是不是属于呢水质水量保护区那第二个呢是给环保局那询问说呢，这个开发基地呢是不是属于呢饮用水水质水源保护区，或者是呢饮用水取水口一定是距离那这2个单位呢，他的回复呢都是回答否。那我觉得这2个公文里面有一些争议点那第一个呢，我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龙泉呢它没有台湾自来水，它只有简易自来水那开发基地呢，在它的东侧跟西侧呢，不到200-300公尺的一个距离就有抽水站了，就有抽水站跟水源那第二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呢，如果说依照这种环评的一个计划的话，在目前已经公告的环保署公告的水质水源保护区呢，大概也只有牡丹水库，那引水口呢一定是距离呢，那也只有这个高屏溪大树乡的蓝河堰这2个地方而已。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说呢，屏东县大部分的地方呢，只要是环评，应该都是会过的，不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把关？讲重一点，就是污染也没关系了哈。是那第3个呢，我想要谈的就是说呢，根据呢饮用水管理条例在民国95年的时候呢，那其实呢。简易自来水就被公告为法定的饮用水。那其实，在屏东县政府这方面呢，尤其是环保局这个单位呢，其实它可以呢有所作为，把它公告，就是说，是不是该把大龙泉地区呢，是这种水源地呢，是不是把它公告为水源的保护区？是，好，谢谢。以上3位村民呢提到的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塑胶加工产品的开发商要在这里设厂，2大问题，一个是选址的正当性在农业用地来作为工业设施，这到底它的合理性在哪里，还值得讨论。第二个呢是对于这样子的开发商他们制造的内容所产生的污染疑虑这2块那刚刚乡亲们已经提到这样疑虑，我想请问还有没有针对在这种土地上的使用的正当性跟适当性？刚刚发言人一再的强调，县政
政府全部都是依法行政，厂商有权申请哦。那针对这样，他们已经做了基本的把关。对于这样的说法跟说明，有没有乡亲朋友认为也有一些意见要表达的？我们先请公民基金会的黄先生。根据农业发展条例第10条，它有明定，以及它的施行细则，它有明定说，县政府在都计审议的过程中，农业处就是农业主管机关有权利不同意变更。有权利不同意变更，可是现在有没有拿出来执行或表态？对，这现在还没有进入实质的都计审议，但是我们想要知道说，县政府在这次的态度，如果它进入都计审议的过程中，农业处是不是能站在我们大龙泉的居民的地方着想，然后不同意这个土地的变更为非农业使用？是，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县政府在针对这个开发案的时候，他除了可以同意受理他审理这个案子之外，也可以表达不同意的权利。是的，没错。好，谢谢你。我们先把问题请教我们洪老师哈。针对在这个开发的正当性上，刚刚黄发言人有做了一些部分说明，能不能先做回应？接着我再把发言的时间跟权利交给我们的黄发言人。根据都市计划法的这个土地变更哈，屏东县政府显然也是获利单位，因为啊，在私人土地要变更为农业变更为工业的时候呢，它其中有30%左右的用地要捐给屏东县政府。我们非常的担心，也就是主政者呢，因为会有这样额外的这个土地变更的利益，所以却忘却了周边整个屏东县整个永续发展的一个命脉。这是一个黄老师会有这样的质疑啊？在我们看待这个产川条例里头，或都计变更、土地变更，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毒药条款。是，因为这个毒药条款会让有权利的人，他为的是这个行政部门团队的利益，而忘却了这个黎民百姓真正的需要。那洪老师觉得县政府在面对这样一个开发案，他一个基本的表态会应该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刚刚有听到发言人说，县府现在已经终止所谓的土地变更程序哈，这是第一次我们听到，那我们也乐观其成。但是啊，从我们所看到的公文，104年7月的，也就是潘县长提出的原则同意这个案子进入都更的，甚至要求讯行变更。什么是讯行变更？就是不用等5年一次的通盘检讨，时间还没到，我就可以让他去启动。是因为个案的特殊性可以快速通关。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个案条款。那这样的风险会有多大嘞？我们刚刚看到哈，这个条款引用的是都计法27条第1项第3款。那如果我们回到都计法的精神，都计法的稳定是拟定机关要评估未来25年的需求，上面都有写。再来，它的第25条还提到说，民间用地如果他要提出变更申请，其实主管机关是可以不同意的。那不同意之后呢，变更机关还想要变更的这个私有企业还可以向他的上一级关申诉。那最后就是由上一级机关来审议，25条就要交代这个。那26条呢，就是在提说，都市计划一旦颁定之后呢，是不得任意变更的，通常都是5年检讨一次。那屏东县政府为什么这么急？5年都还不到，就讯行要变更。那第27条就是他们引用的，其中第3款非常非常有高度的疑问。他说呢，什么情况可以变更呢？就是有国防及经济发展的需要。那制作脚踏车店的话，有国防的。我们看不到脚踏车店怎么放到国防的这个位置里面。那它的经济发展，其实在过去有引起非常大的争论。都市计划的学者、民间对这个都很有争议。也就是这一条不适合滥用，说因为厂商的经济的需要，所以我们来为他开后门做个案的审查。那刚刚那个地公的这个伟龙也提到。我们的农委会是农业主管机关呢，它对于这个案子有非常重要的审查权呢。它有同意权之外，它的否决权在哪里？在这边，它颁布了一个我们农业主管机关同意农地变更的审查作业要点。他说，在第5条里面，它对于农地机关确实有这个同意权，但是呢，他说都市计划农业区保护区农业用地划定变更为农业使用是要因经
应经农业主管机关同意哦。那第二个，为什么说它有否决权？他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同意变更使用。是。那这个不同意变更使用，我把红色的念给各位看哈。使用具有农业灌溉功能之系统作为污水排放使用，是。或者或者有妨害上下游农业灌溉排水系统输水能力之余，这个之余是可能哦。是。所以看到这边的时候，假设潘县长他的团队没有像潘县长所说的，这有点点螺丝松散，那农业部门看到这一条早就该跳出来了，早就应该，因为这个地方是全屏东的农业的重镇。是，所以在地方上的理解跟了解，就是说，在讯行变更之前，县政府的农业局处就应该要先行使他们的同意跟否决权。所以也就是说，你们觉得，其实，在政府的这个农地农用这样的国家政策的原则之下，这个案子其实根本不必环评送到镇政府去审，是这样吗？在前天的时候，我们有跟钟老师也拜会了潘县长。那当时的环保局长鲁台颖先生呢，也弄出了这个说县政府可以把关的武器有哪些啊？刚刚黄发言人，你刚刚少说了一条，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环评嘛，哈，是。第二个就都计嘛。可是当时鲁局长有画出第3条，就是刚才讲的农业处。农业处他必须要讲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一块农地可以变成工业用地，或者以后来讲说变建地，他都要讲一个理由，就是刚刚我们洪老师所讲的，他有没有妨碍农业发展之余。那这里有讲了一个很关键哦，是他嵊州很聪明的写说，因为我零排放，所以呢我不会去把水排到你的那个郡道里面。现在我们忘了一个问题他开了14公顷，如果都开发之后，代表什么？都变水泥地，对不对？我们龙泉到排水出去是往哪边走？往中林跟老皮走。老皮是哪里？就是屏东科技大学。屏东科技大学每年夏天会发生什么？学生拿水鸭子在游泳的事情。大淹水。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排水一直在为了土地征收沟通，到现在终于好不容易通过了。所以现在的排水勉强先做到屏科大门口，后面中林排水是痴的等了20年。20年前我在县长室的时候，就是帮中林去争取这条排水，我们等到现在1公分都还没有来。那现在龙泉这边在开发下去之后，水会增加很多，排不出去的时候呢，他要循这一条路再下去，那中林不就昏倒了？原来的排水都还没做，后头又来一个大的洪水，那所有的旁边的农业不是又在泡汤？这不是影响农业灌溉之余吗？一样是依法行政哦，可是，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好像感觉产生矛盾。现在时间是黄发言人的。所谓的讯行变更，字面上面看起来好像是很快去变更它，其实不是。它在都市计划法里面的时候，讯行变更它就是一个名词。在讯行变更里面，不要说是我说的，除了龙泉这个案子之外，我希望各位可以去看其他都市计划法的变更里面有没有讯行变更这4个字这个名词。所以讯行变更不代表说赶快让它过去，不是这个样子。这第一点哈。不管是快或慢，但是重点在变更啊。不是，我知道，但可是刚刚说。对，我们保持理性，让发言人他的时间。刚刚说讯息变更的时候，好像对于县政府的时候有一些疑问在。好，您的澄清我们听到了，请继续。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对于农发条例，刚刚那个这位地球公民的同仁对他所说的是，还有刚刚所提到，对于农发条例对不起，农业局可以依照农发条例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我再强调一次，是嵊州这个案子，他现在是在申请。它农发条例这个部分是进入实质审议的时候，农政单位可以依照这个理由，的确是有否决权，没有错。在实质审议的时候，他必须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做否决，这个是没有错。但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讲的时间上面有落差，所以这个案子其实还没有送到县政府。对不对？我说的应该没有错吧？好的，这个环保的计划书现在送到县政府了，还没对吗？那县政府最新刚刚跟周先生有谈到，其实潘县长也已经跟地方非常注重地方民间的声音，有做过讨论。现在对于嵊州这样一个塑胶加工厂的一个制造，对于这个开发案，目前县政府最新的一个态度，跟厂商这边也做了好像互动哦，可不可以借着这些场合把它说明一下？昨天的时候发了一份公文出去给嵊州，这份公文。
要求圣州必须要在2周以内的时候，将他们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送到县政府来审议。这理由是什么？之前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地方疑虑很大，所以我们要求他们赶快把环境影响评估送过来县政府里面的审议。我还没说完，然后县政府也有答应自救会成员，当我们收到这样子的环境影响评估之后，会拿这份报告公开的跟各位来说明。听地方的意见是怎么样，而不会私自的来把收到这份报告，我们就藏在县府里面，我们就自己审了过或不过等等之类的话，都有被批评黑箱之余。你们用什么方式来公告或者是公开讨论？我想至少会上网公告。如果可以，地方如果允许我们的话，我想我们愿意拿那份报告的时候，到地方上面来的时候，不是我们帮他说明，我们是拿着那份资料让资讯公开，我们没有必要帮圣州来做说明。这一份是他们自己的环境影响报告，是环境影响报告的时候，圣州要不要拿这份来跟各位说明的话，由圣州自己决定，但县政府会拿着这份报告的话拿下来给各位乡亲来看，结婚是应交和管境会报告，我每唱的管境会来对。那县政府作为居中沟通的单位，哈，刚刚乡亲有提到好多，对于所有的制程内容都是模模糊糊的。既然要公开这个环评的说明书，那会不会促成厂商再办一次公开说明会，或怎么样把这个资讯完全透明公开，让每一个人都理解？我想刚刚那个钟老师提到很多那些名词等等之类哈，你问我懂不懂？我告诉你，我也不懂，但是。我的确是不懂化学这个部分啊，我很坦白跟大家讲。但是为什么钟老师会知道这？我没有来帮圣州讲话。为什么钟老师可以知道刚刚念那么多英文的名词、化学名词？那就是因为圣州有下来地方做说明会，所以你们知道这个名词嘛？哈。就他那份环境说明书，假设他2周之内会送到县政府的话，我相信我们愿意拿来地方的时候，可以地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邀请这方面的学者专家，就刚刚老师说的 AABU 啦、X 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高度的共同参与，没有错。那如果他2个礼拜都不送进来的话，我讲2个礼拜都没有送进来的话，表示圣州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有疑虑在，他自己不愿意拿他的环境说明书来面对地方，县政府不排除退回。终止他们这个申请的程序在，不排除，因为至少我们已经询问给他们，要求他们2周之内必须要拿出这样子的环境说，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为什么不能再拖？地方的疑虑，县政府完全的知道，我们也不允许圣州继续再拖下去。是，谢谢发言人代表县政府的立场来做这样的说明哈。厂商如果在2个礼拜之内没有积极的把他们的环评书送到县政府，县政府就会终止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的申请。那我们来谈一下，刚刚乡亲提到说，除了这个开发的正当性引起了高度的热议之外，还有就对于一个塑胶产品加工厂啊，对于这样相对环境敏感的地方，它带来的冲击会是相对更加成的吗？哈，那到底这个污染性是怎么样？很多的大灾问都等着厂商来说明，但是厂商没有意愿上节目。透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对自己所生产的内容有哪些答辩，好不好？空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那如果排放照政府的规定更好的标准来排放，让民众没有这个疑虑，我要做到这样子啊。那水用水，它是一个模具降温还有管路降温的循环用水，它不像燃蒸厂大量用水，没有生活用水，在这里面用，员工在家里也在用啊，所以几乎都是生活用水为主啊。那循环用水它是补充消耗到的蒸发，因为经过管路它有热冷水经过管路它会蒸发，还经过污水处理厂那民众说污水处理厂净化也不行那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连污水处理厂都没办法信任，而且又提供让他们随时可以一个监督委员会来装水净化过的水来装回去检测。那我们也都会委托这个监测公司来监测空气还有水质这个是政府规定的，你空气3个月的数据要移交，要这个监测公司要送给县府，那我们也同意在电脑上公布数据，让乡民进去查阅那如果空气排放、污水还有这个用水量这3大指标都能够合乎我们整个这个政府规定，
还高一些的标准时，那为什么不创造双赢？那我这个园区只有单一新办人，我跟乡民说，你只有对应我，你很好监督，因为只有我这一家，这个厂区里面。针对厂商，他们说明了哈，他们包括所有的生活污水跟工业用的污水都是尽其所能的做回收，所以排出来的量本来就很少。那排出来呢，也是透过依照国家规定的污水处理厂去处理的。所以厂商说了，如果你们连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污水你们都不信任，那我还能怎么办？对厂送又安改公翻，我们想听一下乡亲朋友对于厂设置的污染疑虑，还有你们哪些心中的话要提出来一起讨论的，请举手。这位先生。其实，厂商有说，县政府有发说明单，那个，就是开会的通知单。对，刚黄发言人有提到，在这计划审议的时候有开会。对然后说有发通知单给各个村民，其实我都没有收到，我也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说那一份通知单到底是在哪里。到目前就甚至我们在开第2次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都是因为透过我们大家的一个联系。大家村民才知道，甚至我们的自救会里面的成员挨家挨户的去拜托，然后去发通知单。这个通知单是我们自救会发的，并不是由县府或是圣州来发，所以完全都没有尊重到我们的一个权益，也没有告知我们的让我们来觉得说他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所以先生，基本上你们想要了解有污染没污染，都还没有不知道有机会可以去了解。谢谢你的提问。这位举手先生，我在龙泉住了第8年。我每个礼拜每天我上班都40公里，我都会带着水去高雄市给我的孩子喝我们龙泉的水。我们也知道屏东县没有自来水可以喝啊，我们带着水去。那么我请问一下，上周现在要开发那个工业区，我每天距离我家在那边就150公尺。各位6轻哦，6轻包括县府的长官，6轻当初陈定南没有接受他在宜兰县设厂，6轻哦，大概干嘛6轻？6轻哦，但是那时候的云林县县长就把它接收，说多好多好多好，对不对？这个都是事实。是，请问一下，所以在地乡亲还是不认为这样子有污染疑虑的厂设在你们的好山好水环境里面。是。好，先谢谢你的意见，其实我们听到，待会继续开放，我们再把时间多开放给不同的乡亲表达意见诉求，好不好？再举手，这位举手先生。各位乡亲好哈，我是屏科大的教授。老师你好。我接续刚刚这位先生的发言哈，那我们今天会站出来，其实我也不住这里啦，那我们今天会站出来哦，那是因为一样在那次第2次说明会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位黄美秀老师，好，他是我的同事，他是台湾黑熊研究的专家，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站出来认同这个土地，来关怀这个议题。那在那天也发言也非常的平和，但是他接到圣州的关切的电话，所以不是这位先生或者黄老师都接到电话，对甚至说要提告，要提告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本来龙泉这件事情就是圣州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跟各乡亲报告一下，我们屏科大的教师会就很快的召开理监事会议，那发了一份声明给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学校，那就是支持我们的黄美秀老师，那也支持一样那个自救会这边的一些。那你们对于这个农业用地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你们的观点是？很简单，工业就是要到工业用地。那100多公顷，135公顷，刚刚发言人讲到135公顷的闲置的农业用地，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县政府是不是还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啦哈？因为刚刚县府说因为那个工业用地是在把持在私人企业的手里，那大概就是说要自由买卖。但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县政府对屏东县未来的工业发展，难道没有任何的这个武器跟手段吗？一些税收上的优惠，假设圣州真的是一个优质的厂商，我们也希望他回来，然后在工业用地那个地方设厂。那难道县府没有其他优惠的措施吗？可以帮忙他吗？是，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待会也请县政府一并回应。好，基于公平然后也合理发言的
场合哈，所以我现在也开放在现场哈。虽然我们有正式邀请厂商，厂商是正式拒绝来参加，但是今天看到哈人山人海，如果现场也有支持这个开放案的地方村民民众，或者是厂商的代表，你也身在人群之中，这是你的场合，你也可以来谈谈，到底这么多的电话打来这样子的努力关心，表示在意这个案子，针对这个在意案子有一些什么诉求或者是内容要说明的，借着这机会，我再一次开放现场，有任何针对这个开发案也有支持意见，或者是厂商代表，你也要来针对乡亲们的疑虑来做答辩的，现在机会是你的，请举手。好，我们现在开放到现场哈，这边人这么多，真的刚刚乡亲朋友就又讲到那么多的问题，我先把时间请教我们县政府黄发言人。刚刚乡亲有提到，其实对依法行政有很多的说明程序，好像地方居民在这个地方好像有很多的这个不了解，好像没有被实践，这部分是不是县政府能够借这机会说明？好，针对说明会这个部分的话，我特别说明一下哈。第一个，县政府在去年的时候有印制了1000份的传单，希望可以透过公所的时候帮忙发送。这第一件事情，我还没有说完，我一定都有发的，我会跟各位报告哈。是。然后在都市计划那一天的时候，来，我们把时间现在是黄发言人来谈。说明会的时候，这里面的时候也有签到表跟现场的照片，这边都有哈。都有做记录。我要说的是说，县政府对于这个说明会的时候，事先的宣导跟时间选的不好、不对，这件事先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做的不好，县政府愿意检讨，县政府做错了这个事情，在宣导上面跟事先告知上面的时候做的不够完整，所以让感觉上绝大多数的乡亲。就你们的说法，大概有你们的数字，我不晓得这个数90%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我不晓得。但是听起来的话，是大部分很多乡亲说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我代表县政府跟各位说，县政府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完整，不够好，县政府以后会改进。这个我先跟大家抱歉哈。就说明会的这个部分。